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密碼讀書會 Cow Book Club， 讀出智慧，活出精彩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書，書名係《變通受用一生的學問》，作者文淵。喺呢本書入面，作者引導讀者深扒變通呢個概念。變通唔單單係一種幫你走出困境嘅智慧，而更加係一種積極嘅人生態度。作者提到，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樣快速調整自己嘅思維，找緊機會，解決問題，甚至可以實現長遠嘅成功。書中入面嘅故事闡述咗變通嘅不同面向，讓我哋可以用更加廣闊嘅視野去睇事情，甚至令我哋可以逆境翻身。好，咁我哋一齊嚟探索變通嘅智慧，一齊睇下點樣靈活應變，開啟人生新視野。Let's go！ 易經有云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喺人生嘅路上，難免會遭遇到各種嘅路障，只有懂得變通先至會成功。因為對於善於變通嘅人嚟講，生活中從來都唔會出現一啲克服唔到嘅困難。好多時，有啲人會認為好多事情根本係冇辦法改變嘅，命運係自己難以掌握嘅，只會聽天由命，認為呢一啲就係宿命嘅安排。自然地，佢哋梗係會失敗啦。相反，對於懂得變通嘅人嚟講，佢哋會諗更多點樣去改變現狀嘅方法，佢哋最後係會迎來成功。美國著名企業家亞科卡喺福特汽車公司擔任一個銷售員，佢就係曾經運用咗一個好巧妙嘅方法創造咗佳績。有一年，福特汽車喺各地嘅銷路非常差，而亞科卡喺費城嘅地區就更加差。但係佢發現市場其實係有唔少嘅顧客係想買車嘅，但係由於收入拮據，佢哋都冇辦法買車。咁佢就喺度諗，如果呢個問題可以解決咗，咁銷量肯定會增加啦。於是佢就提出咗一個叫做用56蚊買一架56型嘅福特汽車嘅推銷策略。根據呢一個方案，凡係購買56型福特汽車嘅顧客，買嘅時候只需要支付部分貨款，其餘每個月就月供，3年俾晒。呢個其實就係我哋而家都仲用緊嘅分期付款嘅銷售方法。呢個銷售策略非常之成功。好快，福特汽車喺費城嘅銷量已經躍升到全國嘅第一位。跟住唔使講，亞科卡聲名大噪，然後好快已經係升職，再升職調到去公司總部。所以成功往往係屬於少數懂得變通嘅人。所以我哋要放棄麻木嘅執着，選擇理智嘅改變。如果你渴望成功，咁你就要試下去變通，改變外界嘅條件，或者改變自己嘅思維。總之，我哋只能夠緊守世上唯一唔變嘅嘢，就係變，先至能夠獲得成功。喺現實生活入面，好多人都冇成功。有時候，其實唔係因為佢哋唔具備成功嘅能力，而係佢哋好驚與眾不同。所以佢哋寧願安於現狀，安於平穩，都唔願意為咗成功而冒險。1860年喺牛津大學就上演咗一場好激烈嘅論戰。原來當年嘅學者喺度討論緊達爾文嘅進化論。如果冇達爾文嘅進化論，恐怕全人類至今都唔知自己喺邊度嚟。雖然有啲學者唔同意進化論呢一個理論嘅觀點，但畢竟進化論係令到人類喺呢一方面嘅討論得到進展，因此敢於變通嘅人就會敢於諗人哋諗唔到嘅嘢，敢於去與眾不同，從多角度思考，深信突破思維就可以揾到正確嘅方法。喺呢度，我本人就會諗起一個人，就係馬斯克。喺生活中，好多人每一日都高喊住自由嘅口號，但係佢哋就冇留意到，其實更需要自由嘅，其實係佢哋自己嘅思維，結果只能夠一成不變，按部就班，毫無新意。喺我哋嘅成長過程中，我哋經常表現為習慣、經驗同埋冇任何道理嘅想當然。要改變呢種思維模式，我哋需要不斷學習新知識，而且要隨住形勢嘅發展，不斷調整改變自己嘅行動。變通為用，此物彼用。只要人嘅思維靈活一啲，往往能夠因地制宜，做到物盡其用，喺緊急狀態之中亦都能夠化險為夷，
轉危為安。只要靈活運用變通嘅方法，我哋就能夠有好多意想不到嘅結果。1983年喺中國召開咗一次創造學會，日本嘅創造學家村上信雄攞咗一個萬字夾出嚟，並提出咗一個問題。佢問萬字夾有幾多個用途？請與會嘅中國學者回答。當時有人話有30多種，另外又有人話有300多種。跟住有一個叫許國泰嘅人就話：我要證明俾你哋睇，其實萬字夾係有無數咁多種嘅用途。許國泰提出呢一個觀點，後來被稱為魔球現象。佢話萬字夾最基本嘅要素解剖，就係佢嘅顏色係點樣，佢嘅形狀係點樣，佢嘅重量係幾多，佢係咩質地，佢嘅柔軟度係點樣等等。佢都將佢哋解剖出嚟，列出一個橫坐標，一個縱坐標，就係喺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語文、外語等各個方面嘅用途。萬字夾可以作為一個金屬物，佢又可以同各種酸類同埋其他化學物質產生唔知道幾多種嘅反應。佢亦都可以彎成數目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同埋加減乘除、開方等等各種嘅符號而演變成數學同物理學公式。佢亦都可以彎成英文26個字母，可以係拉丁文、俄文，於是乎，所有呢啲語言能夠表達嘅嘢都能夠用萬字夾嚟到表現。萬字夾係金屬，喺磁場中有磁反應，佢仲可以導電。喺藝術中，如果繃直佢，佢又可以作為琴弦。另外，佢仲可以做夾仔、別針、繩索、掛鏈、頸鏈，其實都係億萬種嘅一種。許國泰呢一番嘅演說就轟動咗呢一次嘅大會。通常人喺考慮萬字夾嘅用途嘅時候，能夠諗到有3種已經係好唔錯啦。而有無數種用途呢個觀點先至係創造性思維嘅體驗。我哋喺生活中點解有時冇辦法有呢一種創造力嘅呢？就係因為我哋有一個既定嘅邏輯思維模式，呢一個既定嘅概念局限咗我哋。其實許國泰無非都係運用咗發散思維、分角度、分層次咁樣去分析問題，然後佢就得到一個咁偉大嘅結論。拿破崙希爾講過，創新並唔係只係屬於某一啲行業嘅專利，亦都唔係有超常智慧嘅人先至具有創新嘅能力。只要願意，邊個都可以創新。現代社會係一個極力追求創新嘅社會，亦都正正因為係創新，呢個世界瞬息萬變。喺實際生活中，好多人都會認為創新係高深莫測，應該只屬於專家嘅，好似並唔係自己能夠做到嘅嘢咁樣。但事實並唔一定係咁嘅，只要你願意，其實一個好簡單嘅轉變已經可以成為一種創新。有一家味精公司嘅老闆，佢要求佢嘅員工提出一啲生產嘅建議去提高銷量，而且公司保證一旦建議被採納，員工就會得到獎勵。員工聽到之後，大家都好踴躍咁參加，有啲就提出有創意嘅廣告，有啲就建議改變一下包裝嘅形狀，有啲就認為應該去多啲獎勵 sales 等等。但有一個好普通嘅女工，佢有一日放工返屋企煮飯嘅時候，就想用調味粉，但係因為潮濕咗，佢就倒唔到出嚟。然之後佢個仔就幫佢用筷子篤入個樽入面撩鬆咗啲調味粉，然後就可以倒咗出嚟啦。咁跟住呢個女工就諗咗一諗，OK，個調味粉嘅樽口可以整大啲。咁佢第2日返工嘅時候就提出咗呢個建議，結果佢呢個建議被公司採納咗。後來公司嘅調味粉嘅銷量果然有上升，而呢個女工自然得到獎勵啦。咁喺呢個例子，你都見到創新並唔係一啲遙不可及嘅嘢，有時甚至係輕而易舉添。所以唔好以為創新係充滿住啲專業嘅術語啊、科學嘅論文啊，或者甚至係科技含量好高嘅產品。其實佢好可能都係普遍咁樣存在喺我哋生活之中，喺一啲我哋冇注意到嘅情況之中，等待我哋去發掘。所以創新唔一定需要好淵博嘅知識或者好高嘅學歷，創新只需要一對發現嘅眼睛，思考人哋未諗到嘅嘢。只要俾人哋多轉個彎，可能就會有一啲與眾不同嘅收穫。變通突破嘅智慧係基於對人、對事、對物進行多角度思考。
喺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如果我哋鑽牛角尖，一般都於事無補，因為按常規嘅想法，問題根本就冇辦法得到解決。但係如果我哋能夠放棄先前嘅思路，換一個角度，咁樣可能就有一啲意想不到嘅結果。19世紀中期，有大量嘅淘金人士湧到美國加州，一時間淘金者越嚟越多，但係金就越嚟越難淘。更不幸嘅事就係由於當地天氣好炎熱，又缺少水源，好多人就渴死咗。17歲嘅阿默爾亦都係淘金隊伍嘅其中一員。睇到眼前呢一個咁嘅景象，佢靈機一觸，放棄淘金而改為賣水。呢一個做法，佢俾好多人笑佢。但係當越嚟越多嘅淘金者空手而回嘅時候，阿默爾已經成為咗一個小富翁啦。我哋要喺困難同埋失敗嘅地方尋找到成功嘅支點。喺1915年嘅國際巴拿馬商品博覽會上，世界各地嘅展品琳琅滿目，但係中國送展嘅茅台酒就無人問津。呢個時候參加博覽會嘅中國工作人員都好焦急，當佢哋都唔知做咩好嘅時候，其中一個工作人員就諗到一個比較唔尋常嘅辦法。佢拎咗2樽茅台酒，行到去呢個展覽廳最熱鬧嘅地方嘅時候，就故意將呢2樽酒打爛喺地上面，跟住一股好濃郁嘅酒香就即刻彌漫咗成個展覽廳。跟住就有人話好酒，好酒，成個大廳都響起此起彼落嘅讚嘆聲。茅台酒就係咁樣喺呢一次博覽會上被評為世界名酒，從此名聲遠揚。就係咁樣，有時如果我哋能夠稍稍咁樣轉變一下觀念，從原來嘅思維模式跳出嚟，咁可能我哋就好容易會發現，其實通過另外一啲方法，好容易就可以將問題解決。有咗呢啲咁嘅改變，我哋就會能夠喺現實中發現創造更多嘅機會，實現自己嘅目標，改變自己嘅生活，做真正嘅贏家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 CLSS 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，下次見啦！